手把手祷告手。在这个月台里面啊，我们看到除了很整齐的轨道之外，也有看到一些人排队的很整齐哦。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好习惯。我们总是觉得要有次序，但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？这个月台里面，往南跟往北的人大家都在好像要去旅行吗？还是要回家呢？我想不管我们是要旅行或回家，在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，人跟人相会的地方。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这样，就像轨道一样，好像是平行，不太可能是相遇，但这个上帝却可以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因为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相遇。一天牧师就曾经在火车上真的是遇到了过去大概是快40年前在台中读书的同学，在我要下车的那一刻，他竟然叫住我，而且还叫住我的名字。哎呀，太厉害了哈！他叫住我，我都还不知道他是谁啊！我想这就是一个感恩的事情，以致我们就开始有了联络，数算彼此这个没有见面的日子，但我发现他真的很苦但我要为他祷告。所以，亲爱的大家，我们好不好为我们身边走过的人，不管他经历什么，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有主当然，我们也要为那身边的人他们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神，在他的人生当中，或者他在幸福的列车上，他没办法上车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为他来祝福带到。我们家庭也一样哦。我们家庭什么时候上的幸福的列车呢？还是那个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？车停了哦，我们准备上车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手牵手，行到的手。